重要嘅角色啦。嗱，司長就交咗個任務啦、功課俾我啦，就話呢一個環喺 Vivian 旁邊嘅咧，由一開始細個時20年前開始打劍嘅時候，因為我哋劍擊為咗進步就要不停去揾新嘅對手去打，咁就經常因為咗經費嘅問題就會去內地啦，咁就去內地就同最廣東隊嘅姐姐練，咁我好記得嗰個食堂咧係分3層嘅。咁成績最好嘅就可以去第3層食得最好，有呢個乳酪食啊、酸奶啊、水果啊，跟住一定要 make your way 上去3樓嘅。但我哋香港呢個我12歲呢啲青年運動員一嚟就俾我哋直接上3樓去食。咁我嗰陣時就覺得我都冇攞到呢啲，佢哋要全國冠軍先上到去3樓食。咁我哋因為係中國香港咁樣去嚟交流訓練嘅，我哋係平時食得好好嘅，所以咧就嚟咧就會特別優待我哋食得好啲咁樣。咁訓練上邊我更加係跟唔上，啲姐姐跑咗上山，我仲喺山嘅中間，咁佢哋落翻嚟，我先跟翻佢哋落嚟。咁我就好珍惜呢個機會可以去比賽，自己更加要好地哋訓練，好地哋代表有呢個咁嘅機會去出去國際咁多比賽嘅機會。咁仲有就係我因為可以成日出去國際比賽咁嘅時候所以大學我就揀咗讀國際關係啦。咁我就喺美國讀國際關係，跟住我最大嘅take away 咧就係覺得原來美國人好似唔了解中國，仲更加唔好嘅係我自己都唔了解。咁呢個係我真係要更加多學習。我既然代表中國香港咧，一定要好好明白我哋嘅身份啦，唔好失禮人，因為我成日都好驚失禮人啦。咁講起國家，我哋就會家嘅感覺就係有呢種安全感，就算失禮人嘅家人都會覺得我係最好嘅啦。咁我覺得好多時候作為運動員，我成日都對自己冇信心。但係我知道我對我嘅團隊有信心，對我嘅教練，對我嘅屋企人，對我啲隊友，所有醫生、物理治療師，因為我對佢哋有信心，我先有呢個安全感去追夢，去做自己嘅最好。咁另外會覺得作為運動員，作為青年人，我哋只要做到自己嘅最好，做到我哋嘅本分，就可以為港爭光，甚至為國爭光。我哋俾啲掌聲，再一次啦，多謝晒 Vivian 你，即係為中國香港喺一個國際舞台上面啦，係打出好多精彩嘅一件㗎。嗱。